大家好，我係兒科專科醫生徐子君醫生。小朋友嘅皮膚白滑幼嫩，不過喺成長嘅過程當中，有時候都會遇到一啲皮膚嘅小煩惱㗎。最常令家長擔心嘅就莫過於小朋友皮膚上面生咗啲疣，或者身上生咗啲癦，我哋叫做黑色素痣，越生越大。今日就同大家拆解一下點樣可以溫和又妥善咁樣處理小朋友呢啲皮膚嘅問題啦。其實疣就係由人類乳頭瘤病毒 HPV 所引起嘅皮膚表面異常嘅增生，小朋友係特別容易有㗎，係因為佢哋嘅皮膚免疫屏障仲係發展階段，加上小朋友會返學啦、去公園啦或者去泳池玩，好多時候都會接觸到唔同嘅公眾設施。如果手腳皮膚上面有啲輕微嘅破損呢，呢啲病毒就好容易透過呢啲破損嘅皮膚乘虛而入啦。我哋絕對唔建議自己隨便去處理嘅，因為疣係具有傳染性㗎。小朋友好多時都覺得咧，呢啲疣會比較痕啦，或者好好奇咁樣去撓，咁樣就好容易將呢啲病毒擴散去身體嘅其他部位，甚至會傳染俾屋企人同埋同學嘅。我哋會建議家長及早帶小朋友去揾醫生作為專業嘅評估，因為越早處理咧，所需要嘅時間同埋小朋友嘅不適感就會越少啦。我哋非常明白家長同小朋友嘅顧慮，針對翻小朋友嬌嫩嘅皮膚咧，我哋會採取一啲溫柔嘅方案處理嘅，例如我哋會採取特定頻率嘅低溫冷凍或者光學程序去處理。開始之前，我哋會同小朋友傾下偈啦，玩下玩具，放鬆下佢哋嘅心情，再配合翻啲適當嘅舒緩措施，將佢哋嘅不適感減到最低。整個過程我哋都會以小朋友嘅舒適度為大前提，所以家長絕對可以放心。其實呢兩個情況都好容易混淆嘅。間眼通常係因為皮膚不斷摩擦受壓，導致角質層不斷咁樣增厚而形成硬塊，多數咧都係啲腳嘅受力位置。而疣係由於人類乳頭瘤病毒感染，受感染嘅皮膚表面通常都比較粗糙，仔細啲睇可能會見到啲微細嘅黑點，呢啲黑點其實係一啲微血管嚟嘅。同埋疣其實可以生喺身體嘅任何部位，唔係限於受力點㗎。所以家長分唔清楚嘅話咧，最安全嘅做法就係帶小朋友去睇醫生作專業嘅評估，避免誤當成普通嘅口皮而延誤咗治療，增加咗擴散嘅風險。泳池周邊嘅潮濕地面的確係病毒容易存活嘅環境，我哋建議小朋友喺泳池範圍裏邊行走啦，甚至去更衣室沖涼嘅時候咧，都盡量要穿着自己嘅拖鞋，避免赤腳走動。游水之後咧，記得要用沐浴露徹底咁清潔身體同埋隻腳啊。另外，千祈唔好同人共用毛巾，保持翻個人衛生，就能大大減低感染嘅風險啦。大部分小朋友身上嘅色素沉澱都係良性嘅，但係家長幫小朋友沖涼或者換衫嘅時候，可以多加留意一下啦。如果發現一啲癦，即係黑色素痣啦嘅形狀變得不對稱，邊緣變得模糊不規則，或者顏色出現深淺不一，或者咧喺短時間之內咧佢會生長速度異常快嘅話咧，咁呢啲都係警號嚟㗎。另外，如果呢啲癦生喺容易摩擦嘅位置，例如領位啦、褲頭位啦，就會引致不適啦。我哋都會建議及早進行一啲高階嘅影像分析。呢一個咧係好多家長關心嘅問題嚟嘅。喺醫學上，其實任何脫癦嘅程序咧都有機會留下微細嘅印記或者疤痕嘅。不過我哋嘅處理嘅理念係盡量要做到極致精密。如果評估之後需要移除嘅話咧，我哋會運用高精準度嘅光學技術，逐層細緻咁樣將呢啲色素處理到，盡量把周圍嘅正常組織影響減到最低。一出世就有嘅黑色素痣，我哋就叫做先天性黑色素痣。大部分咧都會隨住小朋友長大而按比例咁樣變大嘅。雖然絕大多數都係良性嘅，但係如果體積較大嘅黑色素痣，例如大過成20 cm 嗰啲咧，未來產生異常變化嘅機率咧，的而且確比一啲細嘅黑色素痣會高啲㗎。所以家長唔需要過度驚慌，我哋會建議定期由醫生進行一啲影像追蹤，觀察翻黑色素痣嘅生長狀況，及時提供翻合適嘅處理方案。
如果小朋友經常覺得呢啲物會令佢哋產生痕癢，或者因為一啲磨損而流血有分泌物嘅話咧，其實呢個係必須正視嘅信號嚟㗎。呢個時候千萬唔好自行塗抹一啲不明嘅藥膏，或者用膠布長期去遮蓋。家長可以先用一啲乾淨嘅紗布輕輕咁樣印乾傷口，然後就盡快揾醫生再去檢查。醫生會檢查下究竟呢一節嘅結構有冇異常嘅變化，再決定後續嘅處理方案。要降低感染疣嘅風險，最重要就係培養返小朋友嘅良好個人衛生習慣，例如勤洗手，去完公共泳池要徹底沖涼，唔好同人共用毛巾。至於黑色素痣，家長平時可以幫小朋友做好防曬，並且定期觀察返呢啲皮膚嘅變化。完成咗程序之後咧，最重要就係保持局部皮膚嘅清潔同埋乾爽啦。護理嘅初期盡量避免濕水，避免浸浴同埋游水嘅。如果有一啲微細嘅焦痂咧，千祈要提醒小朋友唔好去拗佢啊。我哋希望能夠自然脫落，咁樣就能夠令到皮膚復原更加理想。另外，黑色素痣處理之後咧，啲皮膚會比較脆弱嘅，記得要做好防曬保護。只要日常做好把關，如果發現小朋友嘅皮膚有異常增生，或者對身體嘅物有任何懷疑咧，千祈唔好猶豫啊！記得及早尋求專業嘅醫生意見。我哋下次再見啦〜